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电影候机室，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也就是小编赵飞机这样子。那今天呢，就是我们难得在礼拜六下午这么一个风光明媚的好时候做直播，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节目内容的话，就是也可以分享给你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收看。那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来自爱尔兰的剧情短片《我想我是钢铁人》。那不知道，因为影展已经开始2周了嘛，大家可能看过，可能还没看过，所以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部片的剧情。那其实就是这个主角小男孩呢，他平常就是在生活中面对有点类似校园霸凌的情况，就是可能路上他同龄的同学或者是比较年龄大一些的哥哥们就会欺负他这样子，然后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母亲跟他新交的男朋友又常常会发生一些口角等等的，有时候甚至会有就是暴力冲突的发生。那他自己呢，虽然没有直接的受到家庭暴力，可是他等于说是不断的听到看到这样子的情况，那对他来说，生活中其实是充满恶意跟很多暴力的事件的。那他后来就想出一个方法。他就想象自己呢是一个钢铁人，他用他木树枝做的这个枪呢来抵御就是这些敌人的概念这样子。那这部短片只有12分钟哦，就是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上公视家去收看。当然就是先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那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呢，就是我们邀请到了天主教善牧基金会这么多年一直都致力于就是目睹儿计划的这个第一线的社工徐伟伦主任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议题哦。我们欢迎主任。嗨，大家好，我是伟伦。好哦，今天真的很感谢主任愿意来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哦，因为他毕竟服务多年，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实际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大家对于就是家暴目睹儿这个议题呢，都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那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下《我想我是钢铁人》的预告吧。Look at the blade moving. Ah, boys, 2 for 2s that they're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uh? Come on, tell me. He's speechless, man. But I wasn't expecting this, Tom. You've never given a penny towards this guy, and I'm giving this bloke money for him. It's not like that, Jessica. I have to pay for. Just give me the phone. Then what are you applying for at 3 a.m.? Just give me the fucking phone, will you? Tommy, I'm gonna fucking tear this gas down if you don't tell me. Give me the fucking phone, will you? Well, you can go and fucking get it the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You're a fucking psycho. You need to calm down. Stop! Stop playing and struggling with me, will you? Fuck's sake. Get back in your boots. Get back. Comrade Brilliant! Quickly! 那看完预告，我想就是儿童影展一直以来的观众应该可以发现哦，就这部影片相对于我们儿影其他的选片来说，它是有一点比较冷色调、比较压抑的一个故事哦，所以说会建议可能带年纪大一些的小朋友一起看。我们的分龄建议是11岁以上的小朋友，那家长跟孩子一起看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好的去理解这个故事的内容哦。那今天就是请到了伟伦主任嘛，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聊的这个议题就是家暴的目睹儿。那虽然我刚刚有稍微说一下，就是像剧中呢，这个男主角他是自己没有就是被打，可是他可能有看到或听到一些暴力的事件。那就是想问主任说，就是家暴目睹儿的定义是这样子吗？有没有就是更多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家暴目睹儿的一个定义，其实对我们实务现场来说，只要是看见一定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听到，
像刚刚影片当中，其实孩子是听到，后来才直接到现场去。那第3个比较间接是事后发现，就是事后发现整个家里面有一个暴力的凌乱的现场，或者是说他发现了其中有人受伤，这样子这3种都可以算是我们家暴目睹儿的一个定义类型。哦，了解。那是不是就是像，因为我们可能一般认知会觉得说，就算你知道，可能他看到了，你会知道说，小孩发现了，所以你可能会想去跟他讨论啊，或是跟他说，刚刚其实怎么样怎么样。那像比如说听到或事后发现，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被家长忽略啊？就是可能没有发现小朋友其实有意识到暴力事件有发生这样。其实家暴事件发生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暴力当下，其实不管是施暴的人或受暴的人，他们应该都很难留意到孩子。因为他们2个都已经在冲突，情绪很高涨的状态，所以可以留意到孩子的是少数。那其实小孩他们的一个反应也都蛮特别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些他会像影片里面的小男生，他就是想要冲进去保护自己很重要的家人，或者是他有可能选择他太害怕了，他就躲起来，或者是他会假装。就是我自己在继续在玩，或者是我继续看电视，然后大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小孩都没有影响啦，对。但实际上，小孩跟我们讲的时候，他们可以很清楚的说出来说，我那时候我知道他们在吵架啊，但我就是假装在玩玩具，所以他们就不会发现我，我就不会被波及到。对，听起来其实是有一点心酸，但是其实真的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不同的生存下来的一个策略。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可能觉得说，你在自己的就是主卧室可能发生口角啊或等等，然后小孩好像在房间好像已经睡了，那就好像没有事发生，但其实不是哈，因为他们就像我觉得刚刚影片中也是预告中就可以看到说，就是那种声音经过一层遮罩，但他其实还是听得出来这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啦在发生一些声响，对吧？是，那在小孩子可能就是他不管听到、看到或事后发现以后啊，这样子的情况会对孩子们有什么影响吗？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目睹家暴这件事情，跟他本身如果是受虐儿，是直接身体被打，就是身体受伤。其实这样子的创伤来说，其实真的是看非常的个人的主观的状态，不一定他身上有伤才代表他心理的创伤是严重的，有可能他只是看到，但是他真的已经就是觉得吓得要死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就也快要死掉了。那他所产生的影响其实也不亚于，对，不亚于就是身体直接有伤的孩子。对，所以其实就是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尤其是心理上的影响哦，不像皮肉伤，它总有一天会好，或者你可以各种的遮住它。就是心理上的伤是比较难去衡量，然后又因为更难衡量，所以其实大家很难去发现它到底有多严重，对不对？是，我觉得这一次公视有留意到这个议题，我自己也蛮惊喜嘛，就是觉得说，其实真的就是不管是善牧基金会一直以来关注这个议题，然后我们一直很想要为这群孩子发声倡议，然后好像政府部门在政策上也跟着，就是也有一些推进，然后再加上可能社会大众，然后也慢慢的好像留意到这个议题，那就觉得好像至少这一群孩子的声音好像有机会被听到，对，听到看到，然后有被关注到这样子，对，好哦。那其实大家如果之前有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啊，像是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嘛，大家可能在家的时间变长，尤其是可能3级警戒啊等等的因素影响，所以其实家暴的案件是有往上升的。然后光是去年台湾就是报案的家暴的案件就有11万这么多哦，所以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事件啦，就是我们自己不一定遇到，但你周遭不管是可能你邻居啊，或是你身为老师，你看到有一些孩子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的话，这其实都是就是正在发生在我们周边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想要讨论这个主题这样子。那就是像这样子的孩子啊，他可能会在表现上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去观察到，然后从而帮助他呢？其实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在被影响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像学龄前0到6岁的这一群小孩，他们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他们
身体上或者是整个认知能力上都突飞猛进的在发展中。对。那对于有创伤或者是目睹家暴的孩子来说，他们在这些地方很容易被影响，而就是变得有点迟缓，或者是比同年龄的孩子还要慢。那这是学龄前的。那学龄期的，我可以举一个我们之前在学校或者是在外面带团体，真的很常发生，就不是单一事件那种，就是普遍的。对，今天在这个团体里面会有，那个团体里面会有的状况，就是说，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的事件，对他们来说，他们需要随时的警觉。对，就是创伤，它可能我们一般在定义上，它会有4个很重要的症状。第一个就是它会过度警觉，就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是例如这样，我就瞪你一眼，然后你可能就觉得我下一，他就感觉到被威胁。对，然后他就觉得太可怕了，然后我要先启动攻击模式或者启动隐形模式，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过度警觉的状况。那第二个，它有可能是再经验就是他会一直在重温那个可怕的噩梦，有可能他半夜就真的会一直做类似的噩梦，或者是被追杀，或者是他可能白天人家是洗脑歌在大脑播放，他是洗脑影片在一直回忆到那样子的事件，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老师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孩不专心，所以他们有一些真的会被学校或者是被家长以为是 ADHD 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对他们这个症状，对他们这个症状是很容易跟 ADHD 有点类似的。那再来第3个症状是逃避跟麻木。因为那个事件太可怕了，所以我要把我自己就是有点像感情都切断。然后刚刚影片里面那个就是他做一个纸箱，我觉得那个然后跟启动那个隐形模式也是类似的感受，就是我想要把我自己保护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不要感受外面真实的世界。那这就是第3个我们说到创伤的症状。那第4个比较会是长期慢性的，就是他可能会开始产生负向的认知或者是负向的情绪，就是可能动不动他就会觉得说，别人就是不喜欢我，然后我觉得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我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对，开始比较负面的思考，有一点点像你想象《哈利波特》里面催狂魔，就是跑到你身边，把你的对，就是吸走你所有的希望、正向的东西，对，大概就是那种感觉。那他们就是处在那样子的一个感受跟经验里面，所以如果他们有这4大症状出现的时候，然后在生活当中核对，他其实真的有一些创伤或者是目睹家暴，那就会需要再多留意谨慎，说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这样子的反应。对。那像刚刚说到在带校园团体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情况是，校园团体那时候我们就是一般就在准备啊，然后真的就是小孩就是推来推去拉来拉去的，然后就瞬间我们在旁边准备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巴掌响，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箭步飞过去的时候，已经两方已经来不及，对，已经打在一起，左右已经准备要拿椅子或拿东西起来砸对方，那就是。其实后来了解的状况就是，他其实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小朋友可能压在人家身上，然后另外小朋友是要救他，就叫他你不要再压人家了啊。然后因为被拉的那个小孩就是过度警觉了，他觉得有人拉他，他就是马上一巴掌就回过去了。他马上要就是自我防卫。对，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都是靠自己，所以真的也就是只有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觉得。老师，谁谁谁又来拉我？不是，他们第一时间不会马上寻求帮助，而是他必须自己。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只有他自己，所以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第一时间要先赶快，对，再晚就来不及，就要被揍了。了解。那有观众说到，他觉得大人都很难面对这种事情，何况小朋友？对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比我们更难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像刚刚主任说的，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方式。那其实我们多了解一些，假如说你真的有观察到你周遭的任何的，其实也不一定要小孩子啦，就是可能有时候到青少年甚至大人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假如说发现了以后呢，我们才有机会就是去帮助他这样子。那因为今天请到主任，他一直有在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就是目睹而复原的计划嘛。对，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小编把这个网页的连结贴在这个留言区哦。那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给大家帮助呢。主任可不可以稍微简介一下这个计划是什么样子？好，没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计划叫做 See More 目睹儿复原计划。为什么要叫 See More 呢？就是希望大家看见更多，然后看得更深入这样子。那我们这个计划从105年开始，就是我们就陆续开始建制。那第一个版本是针对专业人员版。我们是觉得，因为我们自己的善牧基金会的人力是有限的，我们要协助刚刚说的那个十几万的小孩，对，是实在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科技，然后网络跟资讯都这么的一个快速，跟就是其实传递的媒介是非常广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社工，虽然不是这个传播媒体或者是这个专业，但我们就想说，如果可以透过一个网络或网站，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需要被帮助或需要被看见的目睹家暴儿少的状况或者是知识，有机会传递出去。即使他们人没有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例如，我们给专业人员版就有给教师可以阅读的，然后有给法官可以司法人员可以阅读的，因为他们可能保护令、离婚都会到司法。或者是给警政人员阅读的，因为很多家暴第一现场打了110报警之后，都是警察第一个到现场。那各个不同的角色要怎么样在自己的那个岗位领域上面，可以去协助跟关怀到目睹儿，那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个版本建制的。然后第二个，对，第二个版本我们就想要建制给家长看的。对，如果家长他们其实有些时候真的要求助，或者是真的要就是踏出那一步去对外寻求资源进来，不一定那么容易，因为有时候是外在就是旁边的人很多的枷锁，对，阻止他，或者是他自己的信念，就觉得我不值得过更好，就是我不值得被爱，我这样一定不可能被帮助，或我这样一定不可能改变，我一定没有希望，这些负面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创伤第4个信念，对，那至少他们有机会，如果例如看了今天的直播，然后或者是看了我们 See More 目睹儿复原计划的一个介绍，他们就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蛛丝马迹，怎么去留意自己的小孩，怎么帮助自己的小孩，或者是留意到资源有哪些。对，我觉得很重要的，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其实这真的是环环相扣的啦。不管说你看警察啊、家长啊，或者是孩子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影响，让这些事情变得更好。那我自己刚刚跟主任聊的时候，我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就是，通常这样子的事件都是怎么被发现，然后进入到就是我们帮助的体系当中的呢？我们其实台湾的法规有规定，就是只要是有家暴的案件，就是只要是相关的专业人知道了，例如像我们社工，然后像老师或者是警政人员相关的人，只要知道的就可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通报，所以它是有责任通报，跟受虐儿是一样的。那通报之后就会进入到每个县市都有家防中心或家暴，我们说的家防中心或家暴中心。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他们就会开始派案。就是去有社工专门会跟这个受害的成人联络，那这个成人联络了之后，他就会关心说，那你们家有没有小孩？如果有小孩的话，我们其实有提供孩子的服务，能不能就是你们有没有意愿，或者是有没有需要来接受后面的这个目睹儿少的服务？这样了解，所以它其实跟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儿童受暴的话，有它专门的领域嘛的区域，那所以像目睹儿这样子的话，它可能是因为在成年人受暴的案件里面，但是呢，因为注意到他可能家中有孩子，表示很有高几率是目睹过了嘛，就是类似的情况，他有接收到这件事情，所以就可能会转介到这边来，就接受其他的帮助这样子。对，那如果那孩子们进来之后，你们通常都是怎么样？就是去引导他，或怎么样判别他的影响多深，以及后续是怎么帮助的呢？我们其实通常就会跟孩子、跟家长谈，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蛮开门见山的，因为有些家长会担心说，如果我这样子直接问孩子，会不会造成2度伤害？对，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哦，如果一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很可怕，可是大人都装作没事。那小孩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推测，对，大家可能会推测说这是不是一个秘密啊？这不能讲，对，这是不是很丢脸啊？这是不是不能讲啊？我如果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我要偷偷的藏起来？对，所以我们都会采取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就是让孩子知道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地方是安全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讲。如果孩子不愿意，当然我们也不会硬要强迫对像侦办案件这样说，你说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然后你感觉怎么？当然不会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感受说，其实这件事情他有困扰，他是可以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说，可以有人理解他们。那评估的过程其实也都建构在很多我们专业的知识上面，例如刚刚我说的那几个创伤的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有哪些症状，然后可能它持续到某一个程度，它就是有机会或者是可能很高的可能性是已经到达一个疾病的诊断，或者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孩子的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其实这个年纪的小孩已经不用包尿布喽，但是他居然还需要，对，或者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在情绪的处理上面，应该已经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但他都用打人的方式来解决处理，对，那就代表他有很多的状况的发展已经比同年龄的慢很多。那慢很多的原因，有可能就会很大的几率是这个目睹家庭暴力或者是后续影响，对后续的影响。那如果它是越严重的话，它就会越是影响到他的生活的功能越多。所以我们大概也会从这样子的是否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功能，然后还有他这个年纪应该要发展出哪些能力，可是他却没有发展出来，去判断说他的那个严重的程度怎么样。那其实刚刚说到，比如说发展比较迟缓啊，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表达方式，有时候家长会忽略了，可能是因为曾经看过就是等等的暴力事件的影响，可能甚至以为他是不是就是学习缓慢啊，或怎么样的。那有时候真的透过别人的引导，也是不只让孩子说出来啦，也让家长真的有机会去了解到说，其实这些事件是有关联的，你必须要去注意怎么样影响到他们的，这样子才能就是真正的做到未来的改善嘛，对吧？因为家长如果真的他可以理解自己的孩子是有受到影响，例如我们有家长就是有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可能孩子有很多的行为的状况，例如可能就是挑衅啊、顶嘴啊，然后或者是动不动就是攻击，什么都是情绪很爆炸。那对一个家长来说，就会觉得说，其实孩子是不是都不服管教，是不是好像很叛逆这样？对，很皮，然后对，然后可能他脾气很糟，对。那可是当家长比较理解说，原来他脾气很糟，然后很容易攻击别人，是因为他就是很缺乏那个安全感，他要自己保护自己。其实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时候，家长有时候会整个那个观点会整个改变，然后那个改变也很帮助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我觉得你是故意的，你一直找我麻烦，就是怎么管，你也会觉得怎么这样？对，就很想大家情默契都不好。对，但是如果你是从另外的角度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很惊恐、受害怕的一个小孩，然后其实他有伤在心里面，你就会多一点的关注他，或者是去理解他，然后知道说，其实现在说不定我可以做一点什么去帮忙孩子。对，有些时候我自己做不来，那社会上就是在外面的资源上，像政府的部门或我们基金会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是可以提供，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对，就互相理解真的是关系啊，或者是互动模式改善的，就是第一步啦。最重要的一定是大家中间有误会啊，就是互相的这个误解越深，我觉得其实是会让情况更不好的嘛。没错，没错。那像主任就是好像是10几年来都是一直在就是目睹的领域服务嘛，那就是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感触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不同年龄层就会像我说的，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那可能我们陪伴了半年、1年结束后，然后可能觉得他可能这个阶段 OK 了，然后就做一个结案的动作。那可能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几个孩子，就是他们就是又到了青少年阶段，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一点就遇到一些人际上，或者是又看到其他好像同学也跟他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就接到一个小孩就打电话来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我是以前你们协助的一个小朋友，那我可不可以有些问题想要再
找你们聊一聊。对，然后那时候他也是很惊讶，就是因为我就一直问他，你是谁呀？然后他就觉得不可能我会认识他，对不对？殊不知，我就是听过他，我还印象他长什么样子这样子。对，然后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我自己的一个觉察跟反省是觉得说，其实他们的陪伴好像就是，虽然我们都只是占一小段他们人生的一个过程，可是他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就是很缺乏那种很稳定、长期稳定的支柱。对，然后居然有一天，就是我们可以被这些小孩在这些人生的某个关键点，就是再次的抓住。对，我们就其实也很谢谢这些小孩，让我们学习到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我们的服务的工作当中放入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开始经营青少年的聚会跟团体，对，让他们每个月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强制性，他们有需要时间可以就来，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已经走过风暴的，然后有一些还在经历的，对，然后大家至少就是互相支持，有个朋友的一个对那个支持的概念，希望这个支持的力量是可以陪伴他们走得比较长久，因为善牧我们自己在经营就是这个创伤复原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核心价值是那个复原力。那个复原力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有一颗球，你就它受到压力，你把它捏下去的时候，它会缩小。对。可是球如果有弹性的话，它就会弹回来。那复原力就是这个弹回来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其实相信每个人都有复原的能力，是有那个复原力的，只是这个复原力要怎么被就是看见、找到，或者是再重新引发出来。对，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那个。就是很中心核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信念，对，了解。那其实我觉得说的真的很好而且有一个点是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他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年龄可能4岁、5岁等等的，然后因为像各种各样的帮助，他并不可能就是天天陪着他陪到他成年嘛，那是不实际，毕竟资源有限。但是其实像这样子的经历啊，就是大家知道人的回忆是可以很深刻的带着一辈子，那他。就像刚刚说的复原，他可能稍微好很多了，好一些了，但是在经历了一些年龄的成长，他后来又遇到新的事件，他可能又有新的困惑，甚至以前的一些记忆还留在深处被挑起来，这样，所以他其实会再需要被帮助，尤其是像之前我也有跟主任聊到说，就是看过暴力事件的儿童，也就是在家里看到的话，他容易会。就是比较难产生就是有信任的稳定的关系嘛，所以当他从一个孩童走到青少年，他可能开始有一些朋友啊，或是甚至是有谈恋爱啊等等，他就会在关系中遇到很多困惑或是不顺利的地方，对不对？对，因为他们有些真的是，例如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就是开始交男女朋友啊，然后过往他们自己家里面那个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也都是模仿，然后学习来的这些互动的方式。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很害怕会发生冲突的人，他可能在那个亲密关系暴力，他就是选择不管怎么样，我就是顺应着对方，我就讨好他，一切都是好。对，然后即使他做了什么让我很不舒服，我还是就是觉得说忍下来，对我就不要多说，因为我多说一定会引发冲突，他会不会就不爱我了，或者是他会不会就跟我就是分开了？对，那这些都会是他们在面对亲密关系或者是一个过程里面，他们很容易造成一代传一代这种代间循环的一个的状况。所以回推就是这些目睹家暴的儿少，他们的父母可能也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或这样经历下长大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示范或者是比较好的关系的模式，可以让孩子去学习这样。对，那我们想要提供的这个服务跟介入，就是非常的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介入，然后让孩子或让家长知道，其实生命当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可以有机会终止这样子的循环，对，一个循环，他们有机会
透过自己的觉察、自己的练习，然后因为自己的信念相信，然后获得这样子的支持之后，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他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就是应该说。因为这些小朋友他总有一天会长大嘛，有一天他一定也会就是可能有自己的家庭啊，也会为人父母。那当他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他当年或是他过程中有受到帮助啊，然后他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有这样子的或许过去的影响或创伤，那其实对于说他自己认知就是要好好改变，然后走向不同的路，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对，但是的确是不容易的哦。对，当然。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就是也有拍摄，就是他其实就是很痛恨他爸爸每次只要冲突都会动手打人，他就是发誓他自己绝对不要这样，绝对不能打女生。结果他跟他女朋友冲突的时候，他就是还是一巴掌，还是动手。对，所以他那个自责跟悔恨，大家也可以加倍的。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生互动的经验，都会不断的回来冲击自己。但是如果就像我们说善牧在推，就是我们相信的那个复原力，就是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发现生命的不一样的意义，然后他们可以有社会支持的网络，这些东西如果存在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忙他们。让这个东西不会那么快又再掉回去，对，不会那么容易又陷入就是本来的那个回圈里面这样子。那就是像剧情中啊，这个家庭暴力发生是在算是重组家庭吧，因为这个妈妈新交的这个男朋友并不是孩子的爸爸嘛。那就是我有点好奇，说会不会说就是家暴的发生，可能比较容易出现在什么样的家庭形态中？会有这样子吗？还是其实就是都会发生？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实务现场里面啊，其实不一定是重组家庭会特别容易，就是其实不管是高社经、低社经，或者是各行各业，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哇，他们其实很光鲜亮丽，但是其实可能家里面的状况也是很澎湃的，对，然后有些其实真的是他们支持真的是比较薄弱，当然就更容易因为可能经济或者是压力的状况，又更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其实是不分宗教、种族、阶级，就是对暴力这件事情，它其实核心的议题就是权力跟控制，对，就是我要听拳头大的人的话，对。所以其实，我们可能一般印象中会觉得，或许比较混乱的家庭情况啊，比较容易发生暴力，但其实并不是，就是，不管是就是怎么样经济收入的一个水平啊，或者是看起来多么 OK 的一个家庭，但还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哦。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应该说不要有一个想法，好像觉得说只有这样子的比较容易发生啊，其实都有可能。那就算发生了，我们也是必须要去面对，而且进而去寻求一些帮助这样子。那我觉得大部分这样子的家庭，我自己个人也有一些就是朋友之类的，他们的情况都是或许曾经有就是尝试要获得帮助啊，可能报警等等的，但后来没有下文之后，他们就会很难一而再再而三的鼓起勇气去做一些求助。但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办呢？因为毕竟家里就是有惯于施暴的人，有可能是祖父母，有可能就是父母其中一人或是谁，但是因为已经住在一起很久了，然后也可能是亲人不好割舍等等的，那他们应该要怎么办呢？其实，在这个不断的循环里面，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就是无助感。那个无助感其实也会让他们的这个求助的行为就是逐次的往下降。对，那其实像目前台湾的不管是法律上或者是社会福利的这些方面，我觉得也都慢慢的有越来越完备的一个状态。就是像以前什么还会听说什么保护令要申请集满几张才可以去申请，就是被打几次才可以申请保护令。现在已经没有，就是对，现在没有这么奇怪的，对，就是它会慢慢的随着大家的关注，然后跟其实不断的被倡议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其实大家会觉得保护令就是一张纸，摆上一张纸可以干嘛？
保护令它其实真的就是一张纸，但是它会从如果你有了保护令，你又再犯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刑事犯罪。它其实是可以当作现行犯直接逮捕的。如果你再发生，但是前提是你前面要有一个保护令这样子，因为目前台湾把家暴这件事情还是放在民法里面，他没有直接进刑法。当然，如果你要直接去提告对方伤害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路人甲乙丙丁打了我一拳。我就是可以提他告伤害，对对对，只是他是我刑事的这个部分一定是证据要比较严谨的，对。那民事他为了要尽快的保护这些家庭或者是受害的人，所以他就是比较从宽的那个认定，只要他认为你有这个风险，就比较有机会是核发保护令。那保护令至少是一个，我觉得是法律上的宣示动作啦，就是你不能再对我有一个侵害或者是伤害的行为跟动作。对，然后后续当然有很多必须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的部分，那这个部分都是不容易的。那一个部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除了社工是一个专业的领域之外，那学校的老师我觉得也很多学校老师是很棒的，他们扮演一个孩子在学校很棒的一个楷模跟支持的力量。有些小孩真的是在学校不想回家，就是他觉得回家要面对，然后对，我们就有那个辅导室的老师就说，他们那个课后班还是关怀班，就是小孩每次都一直在那边流连忘返，就说你还不回家吗？已经下课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只要有一个那个很稳定的一个作息，然后很稳定的大人，安定的环境，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很能够就是让他们那个复原力出来。对，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帮不到什么忙。我们真的也有碰过那种真的就是很棒的邻居，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他可能下课就是煮东西给孩子吃，然后就是会叫他来，你们爸妈还没回来，先来我们家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棒的重要的人员，就是只要你能够伸出这个关爱，其实对他们来说，光是看到有不一样的大人，然后不一样的解决冲突的模式，原来不是只要发生我不乖，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会发生暴力被打的状况。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帮助，对，都是一个学习，跟他们会知道说，原来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他们家这种模式，对，可以看到就是好的跟温暖的部分这样子。那有个观众说，就是如何跟心理受伤的小朋友培养信任的关系呢？或许像刚刚那样子的帮助，就是一种培养信任的方式。对，其实对这群小孩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安全感被破坏，跟有很高的焦虑跟恐惧是他们很核心的议题嘛。因为本来家是要给人安全的，可是这个家会有暴力，那就代表家无法给他安全。所以其实那种很稳定啊，然后关系是一个可以不是暴力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尊重的这种关系，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复原的一个因素。那像国外有一本书叫做遍体鳞伤的孩子会自己长大吗？就是一个国外 Dr. Perry 写的。那里面他就有一篇故事，就是去帮助那个创伤很深的孩子，反而是那个每天出现在外面的那个警卫北北。就是对他每天都出现，然后只要有警卫北北在，小孩就觉得很安心。对，只要是这种意向的人，对，其实对孩子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在他生活周遭的人，有可能他是就像我刚刚说，是一个邻居的阿姨，或者是就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今天他可能没有，他可能是在跟我们接触的过程是一位社工，对，那这些都会是在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就是会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他会知道说我做错事了，然后你不会打我，然后你不会因为我怎么样，然后就用暴力对待我，那个就会是慢慢一点一滴，人都会有经验的学习，他就会知道说，哦，你是可以相信的，这个信任会慢慢的累积，你不会批评我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很糟糕的家庭，或者是你觉得我因为在这个家庭长大，所以你就歧视我，或觉得我就是一个一定会变坏，我就是一个不乖的小孩。对，那这个都会是因为尊重，然后因为相信一个人的价值，然后因为我看见你的需要，我看见你，对。就会让他们的这个
就是对于人的信任啦，重新又被建立回来这样子。是。那其实刚刚说到，除了小孩本身啊，或者是就是大人要寻求协助以外，其实我觉得发生了暴力的情况之后呢，就是家长跟孩子的关系其实也会变得比较复杂，尤其是像比如说假如说爸爸打妈妈，然后小朋友其实就会面临一个很困难的抉择，是他到底要站在谁的这边呢？那因为对他来说，一个是最亲的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是最亲的是自己的母亲，他不管站在哪边，其实真的是两面不是人这样子，然后甚至会因为，比如说他如果没有选择跟受害者站在一起的话，那这个受暴的人甚至还会觉得，孩子怎么会不同情我呢？怎么会没有感同我的身受呢？然后让整个关系变得更棘手，这样子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对，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我们就称之叫三角关系，就是原本架构应该是父亲、母亲，然后跟小孩。对，那比较健康的方式是成人，是有点像家里的支柱，在两个撑起来，然后他们两个平行的关系。但今天小孩在这边，很多家庭就会开始想要拉拢这个孩子了。对，你来我这一国，对你站在我这一边，这样子我这一国力量比较强大。那对孩子来说，其实孩子他们其实是很敏感。通常如果谁照顾他多，其实他比较容易，对他其实比较容易亲近他，而且就是要捍卫他的权利。所以我们有些家庭啊，就是打人的人就会觉得说，都是你去联合小孩来对抗我，都是你看小孩才不尊重我。那其实不一定要教，就是孩子就是在那个感受过程里面，他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些判断。那有些时候孩子也算是聪明的小孩，他是会站在拳头大那边的，就会像你刚刚说的，所以反而觉得好像，假如说跟施暴者比较亲近的话，他自己反而更安全一些。对，不然我在那边那么弱，等下被打怎么办？等下会不会牵连到我？而且夫妻之间的冲突，说不定那个打人的这个人对孩子也还是好的啊。他不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孩子。那其实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就更困惑了，就是到底天哪，我的世界他对我好，然后但是他对另外一个人不好，然后那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要相信他还是就到底就是那个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价值观的冲突。那对这个孩子来说，他在长大的过程，谁跟他讨论这么冲突的矛盾？然后他要怎么样相信？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不对的？大人都说不能打人，打人是错的，可是还是发生了。对，家里他这么亲密的人，就是发生了打人的动作。而且像我自己也知道，有一些最后他的选择会是因为真的太难决定要站在谁那边了，然后他不管选谁，他都还是感觉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只好选择两个都不要，就是他选择就是直接屏蔽所有的感觉，然后跟你们都很不亲，离得越远，他就好像越可以隔绝这些不好的情绪。那这样子其实是更负面的一种情况，就反而说他等于虽然在这个家里，可是大家都是孤立的这样子。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画面，就觉得好像一个孩子本来应该他背后有一双翅膀，他可以飞翔，但是好像他要把这个翅膀折断，就是父母各一边的翅膀折断，然后他才能够好好的存活下去，但他不能飞了。真的，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就是父母亲如果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小孩有没有被夹在两个人之间啦。我想应该多数的父母还是不希望去影响到孩子的，但可能有意无意间人都会需要，你知道拉队友嘛，就是这个是在所难免。但如果能注意到的话，那可能会就是让这个情况变得稍微好一些这样子。那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很多的可能，比如说心理咨商啊，或其他的社福资源这种类型的东西，其实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或许都还是会有需要嘛。那不知道这样的东西，好像以前在大家心中会是一个比较遥远啊，可能那种资源轮不到我，或者是觉得说，我好像去找心理医生就好像生病了，或是怎么样，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这种的情况。像这样子的概念，现在还很普及嘛？就是大家还会这样想吗？其实还是会有还是会就是有些家长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好像如果发生这件事情，
例如跟学校说了会被贴标签，或者是说他就是觉得说，别人会觉得心理咨商是他有问题，对，所以当要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去阻挡他。但其实也有另外一群家长，就是或另外一群孩子，他会知道说，其实自己需要被帮助。那这个心理咨商或者是社工的一个协助，其实就是一个被帮助的过程。那是在陪伴他，或者是协助他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生当中的一些挑战。如果可以抱得比较正向的接受这些资源，我觉得就是人的态度就会决定你会接触到什么东西。真的，如果我开放，然后我就越能够接触到帮助我或对我有益的地方。对，那当我们刚刚讲那个有创伤的人长大，他就是比较负面的思考，也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在影响他，他就会觉得不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我有问题，所以才要叫我去。对，我没有问题，我小孩才有问题，我先生才有问题，我另外才有问题。对，就比较有可能会变成这样。但其实正确的观念还是就是寻求帮助，真的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且是很必要的啦。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的话，或者也不是你自己啊，你可以替其他人，就是告诉他们说，这样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做心理咨询啊，就接受社工的帮助，也都是很 OK 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把它视为好像我去看病被医疗，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对吧？那刚刚有人说。哇，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问说，社工师如果就是这个心塞，就是觉得就是发生，因为看很多事情嘛，那总会有就是感受很波动的时候啊，要怎么样排解情绪啊？的确，我们也自己会需要我们自己的心理，就是我们也需要，有时候也会需要去咨商。当然，对，然后有些时候是透过自己的一些抒压的方式，对。然后怎么样？真的没办法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有我们自己会有一个督导的机制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在机构本身或外部机构的一些资源。然后当然，一般大家可以用到的排解压力的状况都是可以的，去散散心，然后就是沉迷一下手游，对，追剧，对，都是可以。然后有些是透过食物，对，都很有疗愈的，对，都很有疗愈的效果。其实就跟大家舒压的状况是一样的，对，只是的确看待这些很沉重，或者是就是你就会觉得。哇，好多的电影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我其实是在看真实的电影，我不是在看刚刚那样子的一个短片，对，所以的确有些时候我的脑海也会像刚刚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家是洗脑歌，我是洗脑影片，对，所以也是需要自己有一些切割跟就是也要画一些界限，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知道说。我很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我也是一个一般的人，我也是有限制的，那就会跟大家都很像。大家有时候就会看到，可能邻居的小孩、亲戚的小孩、自己的朋友，你就觉得好想要再多帮一点，对，总不能每个小孩都带回自己家里养，也不可能的，对，所以那个知道自己的限制，然后去帮自己。就是知道说我努力了，我尽我最大的力量了，对，那自己就会稍微再有点像放手，或者是再放宽一点。其实很多的家暴的家庭，或者是对于目睹儿来说，我们也很常让孩子跟家长知道这些。有时候他们就是也很想要，有些家长是很自责的，对，然后我们也会让他们知道，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你不用自责，那个一定是。你很不希望这样子的，对，或者是孩子，我们也跟他讲，你不用自责，你就是还小，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大人的世界，所以让孩子、让家长都彼此知道自己的限制，但是也会让他们知道他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对，那就会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了解自己的能力跟有适度的去就是控制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大家可能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经验啦，身边也不一定是受暴的朋友或是家人，你可能看到很多不好的事发生，然后你很想要去帮助他，但是呢，就好像
溺水一样，因为一个人溺水的时候，你跳下去，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拉他上来，甚至2个人一起沉下去这样子。所以了解到自己的限制是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尽力的去帮助其他人，然后但是也不用因为就是可能一时半会没办法改变，然后就是让自己非常的痛苦这样子。那如果你身为一个小朋友的话，那更是的，就是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说爸妈感情不好啊，他们拳脚相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自己是不是应该救谁啊，或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压力放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反而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心结，对啊，因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嘛，会比较困难。那再回到就是我们影片的部分啊，因为最后呢，毕竟这是一个14分钟的小短片嘛，所以呢，就是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它的结局，算是替这个比较冷色调的故事带来一个就是稍微比较光明的一种走向啦，应该算是比较开放性的，就是这个母亲跟孩子就是开车逃离了这个暴力发生的这个地点这样子。那不知道主任对于这个结局有没有什么感触呢？就是或者是对于这对母子的未来，让你想到什么这样？其实他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可以这样子离开，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离开可能才是另外一个开始，就是有很多的接下来要怎么安顿。你看他们那么匆忙，就是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们有一些真的是进入到庇护所的受暴妇女，他们的确就是还必须要身上没有什么，对，什么都没有。那但是的确，以目前台湾的物质条件，或者是以政府的一个政策来说，也都还算会有一些后路的，就是例如会有记得要跟就是113啊，或者是警政人员联络，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庇护的资源，或者是说暂时一个安顿的场所。那这些资源我们一般民众会不知道，但就是打对电话就好了，那就是打个113，就会有人跟你说，那他们会让你知道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对，那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啊，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看完14分钟就想说，就这样子。那就是有一种想要看到更美好的，就是不知道，就是那怎么了？那他们未来对，或者是说，那还有一些更深的东西，是不是还没有导演想说没有说出来这样子？对。那可是其实细细的去回想他整个过程啊，其实他真的带到很多目睹家暴家庭的一些状况，对。然后他们那个重新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可能是一个让大家比较无限想象可以空间。对。然后他前面那些，他回去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一幕是旁边有很多的树枝插着很多的纸箱。对，那时候我们同事看了就彼此分享，就觉得好像因为那时候是他被欺负完回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墓碑一个在那边，好像好多受伤的经历，对，好多受伤的，但是他那个离开的时候，他好像又拥有他那一把枪，然后好像他可以做一点什么，就是他把虽然那个对方应该是自己跌倒了，但是他就觉得好像射中他，好像自己有能力可以真的保护。对，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增强孩子这种有能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当这个孩子然后有机会离开这样的环境，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就真的是在逃离那个原本有暴力的家庭之后，他们讲了说，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对，然后我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饭，就是很简单，我们都觉得这不就是每天稀松平常的事情，对，可是对他们来说，那个安全，是非常非常难得，然后他安全了之后，他终于不再做噩梦了，对，那个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经验，对。那就是因为大家不一定本身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啦，但是今天啊，我们看完这个影片或是看完直播，就是要怎么样，就是建议家长怎么样跟孩子开启一个对话呢？因为比如说小朋友可能在学校，他听闻同学有这样的情况，但他可能从来不了解这个东西，他该怎么样去帮助朋友开导？因为绝对不会是就是跟着他一起打打爸爸这种的嘛。那要怎么样就是让他去处理，怎么样跟孩子谈论这样子的影片或这样的议题？就是主任有什么建议这样子？
如果自己本身是家长，然后自己经历了前面那一段暴力，就是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因为照顾好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所以你要等你自己比较平静了之后，然后去关怀一下孩子，就是刚刚或者是昨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妈妈没有办法或爸爸没有办法照顾到你，你那时候还好吗？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的关心，让孩子知道，或者是让朋友知道。有时候朋友突然讲这个，其他人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对，就是你就问他说：“那你还好吗？你在哪里？你安全吗？”就是很基本，我们对一个人的关心。然后，那你那时候有没有被波及啊？你有没有受伤啊？这些，然后那后来呢？对，有没有人关心你？然后你心情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很开放，然后很简单的问小朋友的。就是说出来，以及就是不要装作没事啦。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真的不是假装没发生就没有发生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最后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比较好的概念带给大家啦，就是有可能改变的。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以及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也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去帮助到别人的。即使你不是一个社工或不是一个专家也没有关系，你还是有可能带给很多人啊支持啊，或者甚至成为他们就是世界中的一小道希望的光芒这样子。我觉得，那就是今天呢，就是除了儿童影展这部片以外啊，就是大家除了看片之外呢，就是影展还是有很多周边的活动。那我不免俗的，还是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的征文活动呢，就是小小影评大显身手，就是欢迎所有6到15岁的小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就是在看完影片之后呢，投稿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有个报名表单，就是你只要看任何一部儿童影展的片子，不管是长片、短片、动画或剧情片都可以哦，甚至是5分钟的一个小动画都可以作为你写的题目，然后只要写下300字以上的心得，然后回传给我们，就报名成功啦。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小小影评的电子证书，就是作为一个成就感以及纪念品这样子。那假如说呢，就是4月10号我们的这个征件截止之后，当然也会选出就是比较优秀的几位小朋友，或者是比较用心认真的作品，那我们就会颁给他们就是我们儿童影展的各种周边，以及就是我自己都超想要的益智的桌游这样。那些都是小编就是飞机本人都有玩过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品质问题哦，一定都是超好玩的这些桌游的奖品这样子。那就欢迎大家来参加。那除了就是看影片以外呢，我们就是还有很多直播的节目，也是大家可以继续锁定的。像下周一晚上9点呢，我们就有邀请到亲子的专家罗宝红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就是关于亲子之间情绪照护的一些议题哦。那直播就是随时都可以在我们脸书粉丝团上再回看的，所以就算错过时间也不用担心这样子。那最后再来重复一次，你要怎么看儿影的影片呢？很简单，就跟你平常看 Netflix 什么华灯初上是一样的，你只要上公共电视，就是公视加这个网络平台，然后登入之后就可以随选随看，就是随时就是不用管场地啊场次的问题，你家就是最好的电影院这样子。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今天就是伟伦主任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我觉得算是知识含量非常高的一次直播。那真的很感谢你，谢谢公司的邀约。那就是未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议题都是需要持续关注的啦，真的也不是今天看完一部影片就结束了，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就是永远都可能受用，然后持续的讨论才会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这样。那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边啦，我们一起跟观众说拜拜吧，拜拜。